你这性子和你爹一模一样。算了，我带你去挑猪。石头够不够？不够，我圈里还有。镇屠宰场的检计员是我本家侄子，5点半准时在岗，手续全包。丑话说在前头，我的黑毛猪品质好，单价比市面贵2块，你能接受？大叔，只要是良心好肉，贵5块我也心甘情愿。高大厨，这都11点了，林峰的后厨连烟囱都没冒烟，看样子是真的没米下锅了。那是自然，钱老大的面子在这一片就是天。林峰算个什么东西？今天他连一盘拍黄瓜都别想凑齐。走，咱们去周总那儿。